这个是对的人？不知道，要就是我们来聊一下。衣服是不是有那个防臭跟永续环保啊一些概念的材质在里头？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，它的材质非常好，因为我真的觉得一件好的单品，甚至衣服，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，它可以比如说弄了5年、10年、20年，我觉得对环境来说也是一种环保，就是你不会用完几个月然后就丢弃了。对，所以我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着，对，希望可以越做越好。然后这只是我们的开始，就是透过这一次的合作这样子。就用了一个东西就长久的用，就跟感情一样，是不是？之前有被拍到疑似有女朋友，然后没有，我们今天的是环保议题，对，然后有就是要永续的感觉，就不要这样讲很奇怪，就是不要好，对，下一个，不好意思。所以会好好珍惜任何一个东西。对，当然嘛，就是哇，好热，对，就是那个单品就是要环保，我在讲什么？看到妹妹结婚，自己也蛮想的。有想过吗？就是还行啦，可是身边的朋友都一个一个结婚了，所以我也不要撞到他们的日期嘛。就比如说我高中同学，这个月跟下个月就2个结婚，然后我的发型师明年也要结婚，所以我觉得先参加完他们的婚礼，再看看。学习一下，然后再有好消息再跟大家说。所以会把自己规划一个年纪，比如说，在哪一个年纪差不多可能可以考虑走入婚姻吗？这个东西看缘分，不会去设限。对。现在这个是对的人？不知道，要就是我们来聊一下。没有收到他的信件。没有，还没有，我不知道。他可能等一下传给我，我不知道，还没有，所以我不知道是什么。他那边有好消息，就是也会想要成家。没有，我觉得他的形式就蛮好。你说什么？成家？成家。我觉得他的感觉蛮好，就突然 announce 这样子。然后我觉得可能未来如果真的怎么样，可能也会吧，我也还不知道。你喜欢突然这种？你刚刚说突然。我也不知道，就是这种东西都是一个感觉嘛，对。那可以下午发。下午你们比较好写。OK， 好，我会把这个考虑进去。不要一早还没起床。几点比较好？半夜不要，半夜。对，12点左右。11、12点。吃完午餐再发。好，我记一下这个。好，可以，是会考虑的。